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3月16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到模范儿童表扬大会上午举行，代理市长李梦燕亲自到场颁奖。会中特别勉励有身心障碍模范儿童伫学习的路上，虽然爱付出比一般人较侪努力，不过相信未来同款对社会有所贡献。台南市教育局每一档拢会伫儿童节进前举办着模范儿童表扬大会。这届除了对各间学校的毕业生当中遴选出优秀的模范学生，也特别对特教生当中选出30位特教的模范生，由代理市长李梦燕一一颁奖，212间学校总共352名学生来接受表扬。我们这边也要勉励今天得奖的小朋友，虽然各位小朋友是全校最卓越、最杰出，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奖项。那但是在未来的人生，我想要实现你的梦想，要带着你的梦想来飞翔，还是会面临各式各样的困难，各式各样的也许会逆风，各式各样的挑战。那我想我们在我们成长的时代，我们所培养的心情，我们所培养的师长给我们的观念，我们要去勇敢的去面对未来的人生各项的挑战，去克服它，去战胜它。就大接受表扬的身心障碍优秀模范儿童，拢伫咧各自的无同款领域有优秀的表现，有的个性温和，甲同学之间互动良好，也有的真拗乐器，或者是伫咧体育方面有优秀的表现。代理市长李梦燕也希望安尼鼓励会当带来正面的力量，帮助因持续向前来迈进。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了打造台南成为册芳的城市，市立图书馆今日所推动阅读之册原邦计划，将伫3月20号正式开始。到时将结合台湾乐读协会志工，再用安南区各小来进行故事绘本的分享，也希望传来学生用阅读来探索这个世界。伫代理市长李梦燕、文化局长叶哲山等贵宾共同拍开大型的故事绘本以后，马向前市立图书馆今年阅读之册的计划正式起跑。市长表示，为了推动册芳大台南，除了各区甲总图书馆等硬体全面整修，结合企业甲民间的力量，更是要让学生对细汉爱上阅读。怎么样让小朋友从小就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是让小朋友有一个发掘宝藏的一个工具如果能够他们从小就培养，那今天非常感谢台窝湾这个乐读协会还有相关的民间的团体，也包括双子星一起来协助我们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计划那让更多的小朋友可以来参与这样的课程接受绘本的这个导读，让他们从小就培养阅读的习惯，也建构一个书香的社会。文化局表示，延续进前加片大台南所推动正下册芳的经济，和3000多位学生受惠的行动。今年阅读之册原邦计划要再次对安南区开始，分别伫青草、夏东、南兴等学校，透过台湾乐读协会故事之间的绘本分享，让学生知影如何选择家己的好册。我们那时候选择就是说100人以下的小学，毕竟他们老师的人数会比较少，所以说希望透过说我们可以由民间的这个一个义工的这个方式去推动这样子的一个阅读。那我们现在的方式也会变得不是只有单纯人跟书而已，可以透过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可能是电脑，也可能是像我们看到的人表演的这样子一个方式去理解一本书。市立校园办理故事绘本的行动，除了将阅读的经济深化伫学童心中，嘛一步一步迈向册芳大台南。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
头一本的台北米其林指南伫14号出版，台北总共110间餐厅入选。不过因为这摆评比全部拢伫台北，嘛互咱台南人感觉真无公平，甚至引发南北的朋友伫网络的争论。对此，观光旅局表示，身为台湾美食城市的台南，将食物做到美味，就是台南的责任。切做薄薄一片牛肉，在南上烧汤，一碗互观光客甘愿排队的台南牛肉汤，就算个完成。就算伫路边食，也是受到真侪人的欢迎。台南虽然号称是美食之都，但伫台北米其林指南历经公布名单当中，100多间离榜的餐厅，并无任何一间是来自台南。这看伫台南人眼内，感觉真遗憾。感觉真遗憾啊！伊台南的小吃是世界有名的啊，吼，是啊，伊无一定，伊无一定来无来，伊可能无来台南，可能无来台南这家食看卖啦。哦，其实台南的小吃是真不错。蛮可惜的，因为台南可能都是小吃比较多，所以比较没有符合那个感觉吧，所以才没有。小吃你吃起来也觉得很好吃。好吃啊，很好吃，很多朋友都是都会特地来台南吃的。他没有入选，这是没有入选米其林，你觉得可惜？可惜啊，很可惜啊。民众对着台南美食的支持度，也为这次的米其林美食评比增添话题。当初名单公布，真侪民众质疑为何台南无入选，但台南市观光旅游局长王时思表示，这次评选活动只针对区域性，并不是全台挑选，因此也唔免意外。台南成为美食之都，甲食物做到美味，互全国各地的民众喜意，就是责任。这一次的合作范围里面，可能在邀请的范围里面，就是以台北市为基本上他们评鉴的基础，那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着急。那不过我比较重要的是也要跟大家说，其实台南作为台湾的美食之都，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美食做好。那米其林来评鉴说，我们是全世界值得品尝的餐厅，我们当然会非常开心。可是说实话，就算是每天来的客人，每天来都很满足的吃完，觉得美味的离开，我们也觉得那样子是非常让我们感动跟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用着急，就是不管谁来认证，不管是不是米其林，还是我们家隔壁的阿嬷来认证，我想对我们来说，那个美味的荣耀都是不改变的。台南的美食虽然无米其林的加持，但在地居民认为，只要全国民众的肯定，就是真正属于台南的公营。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虽然目前国民党的市长人选也在竞下当中，不过参选人高淑波伫3月初正式宣布参选以后，就开始一步一脚印进行拜访，目前就是以小型的客厅会甲选民博感情。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高淑波伫8号挂出世博不赖竞选看板以后，随后幕僚就开始规划37区超过50场的小型客厅会，用较轻松方式来活动，希望一个拖一个替选团参选的力量。好，那我所以这种聚会人数是不多了哈，大概都是这个30个人啊，20-30个人这种情况哈。那而且花的时间也比较久哈，因为你不大可能说去那个地方一场哈按那他们跟你公共的照，最重要是听大家的意见哈，所以他实际上需要花很多时间哈。那他的目的也不是在动员，而是在让这个我自己很这个和一些好朋友哈。那了解我的一些想法，还有了解一些现在这个台南的情况，那也听听大家的声音啊。面对民进党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伫初选时的看板摸摸时，高淑波日前就公开呼吁，要求黄伟哲公布竞选支出，兑现政治承诺。对此，高淑波16号嘛将对黄伟哲打算1个月内公布的回应表示，安尼真好，一定会持续监督。台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根据香港有机资源中心伫今年2月资料显示，台湾有3间有机米被验出有砷的成分。技术人员李文静指出，无使用农药的米，砷的含量拢超磅，更莫讲是使用农药的传统米，所以希望社会各界拢共同关心这个议题。
台湾的文静上个邀请新建的教授，提到伊伫屏东采用有机农法栽种的稻米，以及3份检验报告指出，伊将家己种的米送到市府卫生局检验，拢无验出重金属成分，但委托外面所加的米伫民间检验结果，确实有验出重金属，可以怀疑污染源是来自业者砍锁加加米的机器。伫迄个香港的所在吼，咱有去互验出来讲有一寡重金属的即款的一个含量啊，吼超过即个标准吼，人类也是讲即个咱 WTO 或 WHO 公布的即款的一个标准，吼，所以当然即款的一个问题，吼表示讲安尼咱咧食的即个米的时阵啊，咱嘛共款伫国内更加会有即个问题啊，因为咱卖出去的米是外销的米是有机的米嘛，有机的米咱搁比检验出有遮的即个问题的时阵，这咱就要足谨慎、足慎重啊吼。对此，农业局甲卫生局表示，不管是市府农业局也或是农粮署，每一档拢有针对有机的农地进行水质、土壤以及产品的抽验，以做好把关。而无精神的部分也无被列为检验项目。但若是要透过机器来污染农作物，可能性并无大，因为主要关键也是伫栽种的环境。但是，本山林根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中嘉网络结合电信、病院加健康科技公司合作计划正式出炉。未来4方面将发挥各自的专业加资源，推出健康照护。简单来讲，你要用好，只要透过厝内电视，就当为家己的健康来把关。台湾迈入高龄社会，老人照护成为重要课题。对此，中嘉网络、湾团电信、高医附设病院以及克鲁斯健康科技10号共同签署合约，宣布将推出老人智慧照顾服务，对远距离地当提供专业的照护。BB 健康家智慧照护服务，我们提供居家量测服务，方便您掌握每天的血糖和血压指数。其实是结合系统台、电信业者、医院。那这个的特别是我们同时高医全国首创结合远距照护中心在一起。那这个如果继续发展的话，这个照护的平台其实会颠覆目前所有的，包括疾病的诊疗跟健康照护的一个运作的模式。以电视通路串联云端科技，佮再结合高医的医疗资源，不只有照护团队的健康追踪管理，也当透过电视挂号，希望让长辈伫厝内会当轻松完成自我健康管理。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那最简单的事情还是电视，那也是长者最习惯的工具。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工具呢，它可以达到他所有的需求，不管是医疗或者饮食。如果相关的法令通过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蛮有这个创新的一个合作啊。那除了现阶段的这个物联网跟云计算的合作之外，那将来还有可能就是大数据啊，跟这个人工智慧。真正实现这个医疗无距离。企业用上温暖的方式关心长辈，回馈社会，快速建立密切的关怀平台，互老大人照顾无成为社会难题。
我们的长辈只要透过我们的遥控器，在这家里面，他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个卫教资料以外呢，那在整个看诊的部分、卫教宣导的部分，都可以在这里面获得的一个在家有温度的一个服务。这4个单位，他们如果有意愿的话，然后透过社会局这样的一个平台，哈，然后让长辈更多受到注意，特别是他们健康有被关注到，我想这都是我们大家的愿望。未来的价值应用可以变成一种跨产业、跨终端所谓 device 这一部分，所以不只可以在家庭，也可以家里的电视，甚至于也可以透过手机来提供一些医疗的信息。BB 健康 Plus 未来将分阶段上线，对于慢性病照护、长期照护，一直到远距离医疗等一条龙服务，希望将智慧照护真正用于每一位长辈日常生活当中。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已经办到第19届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今年由台南市音乐协会主办，有来自新加坡、日本等总共6个国家的参赛者，伫17号、18号两天将进行比赛交流，相当精彩，使人期待。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以及咱国总共6个国家学习音乐的小朋友，将要参加伫咧明仔载甲后日举办的2018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主办单位台南市音乐协会理事长沈明贤也表示，这是大台南的音乐盛事，办到今年已经是第19届，也希望会当持续办落去，创造更加侪音乐上的优秀人才。那从19年前就开始我们这个比赛，所以我们这比赛各位手中的资料应该大概可以知道那然后以前是我们台湾地区就全台湾的比赛。但是我们8年前就开始有来自中国大陆，还有6年前就有马来西亚、新加坡一直过来。那我们今天在座的如果分起来就有6个学校单位，但是还有2、3个单位，他们今天晚上才会到，所以他们错过了这个交流的非常好的机会。希望明年会更多的人来，因为我们这个大台南音乐大赛一直就是以最好的国内外最好的音乐教授来评审包括在座也有几位国外的知名的教授，我们也聘请他们当我们的评审教授。那这个比赛也是我们文化局的唯一一个音乐性的比赛。那我们非常的支持那个沈理事长，我们希望让这个比赛呢，在公平、公开、透明、公正的这个状况下呢，可以培育更多的音乐人才。由国内外侪学校的优秀音乐人才，分别依着管弦、国乐等等的乐器来做交流，促进音乐上的进步。这就是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举办的意义。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福冈山南台北院15号暗时举办现代华佗工业讲座，会中特别邀请高雄中间医生陈志成以幼儿应用等主题来发表演讲，吸引数百名的先生前来参加。福冈山南台病院第1场的现代华佗公益讲座，就伫咧15号登场，邀请到高雄中间儿童内科部副主任陈志成，以着幼儿生命真1真工的营养作为主题，讲解吸收营养对着后续幼儿发展的重要，吸引真侪重视健康的信众到场学习。南台病院总主持满洲法师嘛表示，现代人压力大，造成身心失调，才容易破病。因此，南台病院希望透过举办健康系列讲座，教导大家调下身心健康的重要。佛光山南台北院特别邀请高雄长庚医院的医师团队来台南，跟民众们分享、探讨各种疾病的预防保健。因为只有生理跟心理的调和，才能够真正的迈向健康之道。佛陀主张疾病的治愈要靠医师、护理师，
还有病人3方面的配合，才能够达到治愈的效果。种种疾病产生的原因，不外乎由于心不能静、气不能和、口不能守、妄想不能除所产生的。所以我们举办现代华佗健康讲座，希望大家能够获得真正的健康，身心调和，让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美满的人生。华佗讲座后一场的主题是认识咱的目睭，将伫咧5月17开讲，欢迎民众踊跃向佛光山南台北医报名，做伙来为家己的健康把关。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对于自杀的事件，若伫发生之前，会当有人关心，相信会当大大降低自杀的比率。所以，市府卫生局特别针对有自杀风险的个案，启动追踪关怀模式，要将台南的自杀案件降到上低。市府卫生局3月16号启动全国首创的社区自杀风险个案追踪关怀多元照护模式。结合台南市27间新生诊所以及社区风湿员的共同加入，现场以行动剧的方式向大家解释风湿员对社区个案的关怀以及转介服务。阿慧，你在做什么？这里来要递给我。检查身体啊！哦，阿慧，你在吃药吗？控得起，你讲控，你是香港啊？阿慧，你记得我吗？我是上礼拜来看过你的那个卫生局的朱小姐啊。你记得我？上次我来过呢。你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无呀，伊讲这个讲来阮兜看过我嘛无印象嘛。阿慧，我刚来看你哦。啊，对，真好，你有看到我？对，我无看到呢。卫生局目前编制17名的关怀风湿员来陪伴高风险的个案，若发现个案有精神疾病的可能，也会陪伴就医，对着精神稳定以及生命安全的维持有真大的帮助，成为社区精神健康的守门铃。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全力推动文化教育的台湾创价协会伫全台湾总共设立9个艺文中心，即摆集合了18位曾经伫艺文中心举办过各等的书法家，佮一摆伫咱安南艺文中心展出，希望好民众一摆会当欣赏到这位名家的书法艺术。由台湾创价协会所举办的书法展，集合着18位台湾书法名家作品，做一摆伫安南艺文中心展出。透过书法，这个属于东方才有的视觉艺术，来呈现汉字美丽的形态样貌，也互民众照着展览，欣赏书法大师的作品。我们这一次集结了18位书艺家的作品，那他的作品非常的多元，有分为古典造境，还有墨韵的流动，跟章法变奏。那这18位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分别就是说，有的是在于就是说，鼎鼎有名的这个书法家，然后甚至是书法跟绘画都有专长的，还有就是说诗书墨韵，跟篆刻跟摄影都非常有精彩创作的。同时，现场要透过电脑写书法的体验，照着模仿毛笔的方式，随着写字的人落笔撸出来，写出来笔画也愈粗。或真少写毛笔字的人，也会当体验摕毛笔写字的感觉，非常趣味。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际会天气，温度21度到28度，落雨求一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3月16号的中港台电视新闻，咱再会。